大家好，我是阿爸恰里妈妈号的演员杨静兰。阿伟啊，你当作我是鬼谷党哦！紧张。在一个单亲家庭长大，然后爸爸就有一点浪溜嘞。哎，她是一个非常有肩膀，然后很独立的一个女生。这个角色有一个很有趣的题材，就是她有进入观落阴的一个奇幻之旅。因为赵天开一刀灵符定乾坤，千妖万邪不敢进我大门。阿姨要不要往生呢？哈？差介济呢，这不是安尼用的啦。免考虑啊啦，若管无好，我就随走，嘛袂叫你退钱。欢迎来到花主公关录音的现场，我是你的导游。就是这张。看到剧本的时候，我就非常的感动，因为我也是对我爸爸有一些不谅解。然后后来我爸爸他就是后来就是真的就是意外的过世的状态，所以如果可以观落阴，我一定会想要去观落阴，然后我会想要问问看我爸现在好不好啊这些的。